台南有唐德宗纪念公园，也有一条唐德宗大道，也为伊的纪念日。为了要和民众更加认捌唐德宗，有2位导演做伙合作，用5年的时间筹备纪录片《找找唐德宗》。透过拜访唐德宗的亲情，研究过伊的人，讲出唐德宗的故事，也希望透过这纪录片，让更加侪人做伙来了解台湾的历史。台南市报恩区头个95，讲唐德宗啥物，写在安那，无人讲会出来。台南市中心的圆环，这就是唐德宗纪念公园。228日时，伊就是伫遮和国民政府庆祝。台南还有一条唐德宗大道嘛，为一式纪念日起过纪念馆。不过，侪台南人所讲袂出伊的故事，这嘛，互翕过原生当厝的导演吴明正开始好奇唐德宗是虾米款的人。为什么这么近的生活内中的历史，结果跟咱这近，却觉得非常的遥远？就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阅读我们自己土地的故事？这样子，所以我在干嘛讲，如果在我们自己的地方遗忘了自己的土地的故事，那是一种悲哀啊。唐德宗1907年伫台南出世，爸爸是日本人，妈妈是台湾人，嘛做过警察和律师，因为做事公正，受到侪人尊敬。伫咧228日时，伊参与过维护台南的治安，为手说互政府以叛乱罪甲惩罚。共同导演连正辉表示，真正接触过唐德宗的人已经愈来愈少，这是一场含时间遭受虐的比赛，嘛总算有机会找到伊的客囝唐从模。接触2年了后，伊才慢慢愿意讲出和老爸的故事。你知影迄个家兄伊打70多年，伊毋敢甲伊的后生、伊的查某囝讲，为虾米？其实这拢是为着保护因。经过安尼5年，因的家属无熟悉，也透过跟我们一起寻找。找找唐德宗拍算会伫3月19正式推出，团队用无主的方式在拍片，嘛拜访过侪研究唐德宗的民众，佮去到日本找到伊的亲情，透过无同角度呈现唐德宗的故事。较可惜的是，唐从模先生伫去年逝世，才到91岁，无法度亲身看到纪录片。导演希望透过这个纪录片，会当互愈侪人来了解台湾的故事。记者卢尚祖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